对方再次狐假虎威，但中方要的就是打狗给主人看。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3月24号的报道，包括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内的多艘菲方船只当日企图进入黄岩岛东部海域开展所谓的例行巡逻，但很快遭到了中国海警船的有效包围。当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巴加凯号和帕克布亚纳多号2艘船和一艘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的巡逻船前往菲律宾以东25到30海里处，以例行巡逻的名义企图闯入黄岩岛更近的海域，但中方立刻出动了2艘大型海警船对菲方船只进行了拦截。随后第3艘中国海警船和6艘渔船赶来增援，控制了有利位置，对菲律宾船只形成了包围。双方在这个海域进行紧张的对峙，截止到3月24号中午，双方船只仍然处于对峙当中，但局势相对来说比较平静，没有发生冲突。在菲律宾的背后有一个叫 Sealight 反华组织，他们主要通过卫星影像、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技术手段追踪南海地区的军事和民用船只动态，向菲方提供有关情资。该组织负责人鲍威尔是一个美国退役的空军上校，这个团队与西方的智库、研究机构联系紧密，部分资金和资源可能就来自于美国的相关的机构。菲方对中方船只动态情况的掌握有不少正是来自于 Sealight 组织，而菲方选择在这个时候在黄岩岛挑衅中国，应该主要与2件事情有关。一是在3月24号当天，菲律宾和美国在新埃希哈省开展了萨拉克尼布和巴厘岛联合军演，菲方认为背后有美军在撑腰呢。二是美国国防部长即将访问菲律宾。据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尼尔在3月22号的表示，美国国防部长郝克塞斯将于本周内访问菲律宾。郝克塞斯将在访问菲律宾期间会见菲律宾领导人马克思，并访问驻菲律宾美军和菲律宾军队。郝克塞斯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访问菲律宾最高级别的官员，菲律宾得到了这个宠爱，就像吃了摇头丸一样兴奋了起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选择在美菲联合演习和美国国防部长即将到访菲律宾之际对中方挑战，显然是想向美方展现其反华价值，并从美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菲律宾已经看到了，尽管特朗普上台之后冻结了许多对外援助，但是对于拜登政府确定的提供给菲律宾的5亿美元军事援助仍将照付不误，因此配合美国反华更加卖力。但小马克思政府显然是打错了算盘，高估了自身价值，低估了中方的决心和意志。中方不但没有姑息，还要专门打狗给主人看呢。所以菲律宾在黄岩岛挑衅的结局必然还是在中国力量面前败下阵来。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永平评论，下一期再见。